專題靈修系列，帶着希望盼明天。第15天，照在心裏的光。哥林多後書第4章4至6節。這些不信的人被這世界的神明弄瞎了心眼，使他們看不見基督榮耀的福音。基督本是神的像，我們不是傳自己，而是傳耶穌基督為主，並且自己因耶穌作你們的僕人。那吩咐光從黑暗裏照出來的神，已經照在我們心裏，使我們知道神榮耀的光顯在耶穌基督的臉上。睇到耶穌，人生就不再一樣啦。我哋若謙卑祈求主嘅光喺我哋心裏邊出現，就睇得見自己，睇到身邊嘅人，同睇到呢個世界。最重要嘅係睇見充滿大能嘅神，去使光穿透使人擔憂同埋害怕嘅黑暗，叫我哋睇見光明嘅未來。向神祈求光照，雖然會睇見自己嘅心靈貧乏可憐，但同時亦都可以睇見耶穌基督裏邊嘅豐盛，於是知道乜嘢先係最值得我哋珍惜同埋認真追求嘅事。我會唔會改善我嘅日常生活同埋作息時間呢？我會唔會向人付出多一啲嘅關心同埋支持呢？當我睇見自己，就睇見耶穌基督喺度邀請我，同佢有更親密嘅關係，而且佢要光照我哋，睇清楚一切。當我哋漸漸有心有力，於是就能夠睇到身邊嘅人，而且有耶穌就有平安同埋愛。我哋學識重視人間溫暖，睇重友誼嘅可貴，珍惜人與人之間相聚一刻嘅美好關係，然後就可以進入人群之中，親善鄰舍。今日若各種嘅憂慮比神嘅平安更加重要，我哋嘅眼睛就蒙住了。然而，豈不是有好多從神而嚟嘅關懷同埋鼓勵出現咗呢？我哋以感恩嘅心尋求神，就能夠睇見主。於是喺回首過去，重新去看每一個故事嘅時候，就認出好多顯現喺耶穌臉上嘅光，照亮我哋嘅人生。我主我神，我感謝你，你嘅真光照亮我心，就係要我能夠睇見天國，睇到好多擁有永恆價值嘅人事物。親愛父神，你嘅光勝過黑暗，有光明喺我心，我就有美善平安嘅人生。我願意經歷你嘅光照，去讓我忘記背後，全心追求喺耶穌基督裏邊嘅豐盛。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